大家好，我係 Angela，今日帶大家睇海之戀797尺3房1套連工人套房，呢邊正南海。呢個單位業主都擺咗好多心機去設計到。喺客廳其實有一道門可以輕輕推開，推開咗之後就連住去到房間、廁所同埋主人房嘅位置。主人房除咗個大海景之外，仲內有乾坤。衣櫃其實入邊係一個主人房套廁嚟嘅，主人房套廁。書房、客廁、房間。呢邊都有一個寬敞嘅緊住空間，而緊住後邊係一個工人套房。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話，記住嚟聯絡我。